遲啦，遲啦！喂喂喂，琪琪，你好似好趕咁喎。係啊，我呢要去氹仔運動場度比賽啊，但係呢，我一直都等唔到的士啊。咁你要唔要試下坐輕軌啊？係喎，最近嘅輕軌站喺邊度啊？哦，最近呢，有媽閣站，由媽閣站出發，去到氹仔運動場，只需要7個站，好快就可以到㗎啦。OK，唔該晒你啊！我好趕啊，我走先啦。比賽加油啊！輕軌嘅手語係咩呢？輕軌，輕軌，星期一手語，下次見，拜拜。